个南北港合作总算是伫个昨确定整合的方案。赖清德是真无认同，批评国民党甲民众党无甲人民看伫眼内，公然分赃权位，嘛拢毋是民意的主流。赖清德讲，政治无迄种负负得正，也就是两个毋对的人，袂因为斗做伙就变做对的。请揭牌。副总统赖清德参加龙华科大上新设立的人才甲技术培育基地启用典礼，南北合作伫昨达成6项共识，赖清德不以为然，硬是凑合在一起，而且还公然的分赃起权力来，而且也不把人民看在眼里。两个不对的人，不会说凑合在一起之后，不管谁正谁负，就可以是成为对的一组。在政治上没有负得正这样的事情。赖清德嘛强调讲，竞选总部本来就设定1对1，有这个信心会赢。有关副手的人选，听讲确定是驻美代表萧美琴，赖萧配将伫20日宣布正式成军，这嘛引起中国各大办讲这是相当的作喊。这个是公然的介入台湾的选举，那中国的大声批评也证明了我们做对了，我们这一组是最能够守护台湾国家安全、守护中华民国利益的一组人。不过不分区立委名单出来了，立营内部有杂音。正国会除了部分党中央事先无沟通以外，佮主张立法院长尤锡坤入选，袂当代表是正国会。都秉持着民主大联盟的精神，我们只问人才了，没有考虑党派，也没有考虑派系。伊认为是为国己才，为南北合作到党内议题，赖清德展现自信，就是无希望讲以选举的步调乱去。Hello， 我是郑雅芳。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